Hello港圈迷們，我係港妹啊，歡迎鎖定我嘅頻道。港圈秘聞、明星往事、內幕通通拿捏晒，嗰啲聚光燈外嘅恩怨情仇同人生抉擇，先至撞住最真實嘅人性模樣噶嘛。估唔到啊，港圈迷們，同係叱咤風雲嘅四大天王，身家個個過億，排場勁到鎮住整個娛樂圈，但佢哋嘅住屋竟然差天共地，離譜到你估都估唔到。有人嘅豪宅豪到堪比皇宮，金碧輝煌，氣派十足，唔使講都知係頂級富豪水準。但有人嘅住所樸素到被網友笑爆嘴，話佢哋住嘅好似貧民閣，連普通市民嘅屋企都不如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同樣係億萬身家，點解住屋差距會咁大？到底邊個天王咁低調，邊個天王又咁鋪張？佢哋嘅豪宅背後又撞住咩不可告人嘅秘密同恩怨？港妹先同大家打個底，呢個反差絕對唔係有錢同冇錢嘅問題。先講第一位，佢當年係四大天王入面最靚仔、最有貴氣嘅一位，出道就爆紅，唔單止唱歌好聽，拍戲都好有天賦。當年好多女仔都將佢視為夢中情人，佢嘅緋聞從來都冇斷過。大家估到佢係邊個未？冇錯啦，佢就係黎明。好多人都以為黎明咁有貴氣，住嘅豪宅一定好奢華，但事實真係咁咩？港妹話你知，黎明嘅豪宅確實好靚，但唔係那種金碧輝煌嘅浮誇風格，反而係低調中帶住奢華，隱蔽性高到離譜。佢嘅豪宅喺香港上水，係一棟3層獨棟別墅，面積有600多平米，喺香港寸土寸金嘅地方，呢個面積已經好誇張啦。別墅四周種滿咗高高大嘅綠植，幾乎將整棟屋都遮住，外牆貼滿翻光玻璃幕，飄窗又大又闊，從外面睇就好有復古奢華嘅感覺，私密性做到十足，完全唔使擔心被港媒偷拍，呢都係為咗保護佢嘅妻子同女兒。可能有人會問，黎明咁有錢，點解唔買間浮誇嘅豪宅？其實黎明嘅性格一向都好低調，而且佢好痛錫家人。呢棟豪宅嘅每一個細節都係為咗家人考慮，佢為咗方便女兒出行，專門買咗專車，仲請咗保姆同司機，甚至俾外母搬入來一起住，方便照顧女兒。而且黎明仲好有投資眼光，喺國內外擁有超2億港幣嘅房產，仲買咗2500萬嘅豪華遊艇，供一家人出海遊玩。但佢自己住嘅呢棟別墅，卻冇過多浮誇嘅裝飾，主打一個舒適同隱秘。呢位天王係四大天王入面最勤奮、最拼命嘅一位，被稱為勞模天王。出道幾10年，從來冇停過工作，唱歌、拍戲、做監製，樣樣都做到最好。佢嘅粉絲橫跨老中青3代，無論係當年嘅年輕仔女，定係而家嘅長輩，都好鍾意佢。佢就係劉德華。劉德華嘅身家係四大天王入面數一數二嘅，佢嘅豪宅自然都唔簡單，位於香港加多利山呢個地方係香港嘅豪宅區，住嘅都係名人富豪。劉德華嘅呢棟豪宅當年以2億港幣購入，而家市值已經飆升到6億港幣，佔地超2000平米，比黎明嘅別墅大咗幾倍。大家估下佢嘅豪宅入面有咩？泳池、私人影院、小花園一應俱全。保安嚴密到離譜，基本唔俾媒體靠近，為嘅就係保護佢嘅妻子朱麗倩同女兒劉向慧。但好多人都估唔到，呢棟估值6億嘅豪宅，內景竟然好樸素，素白牆面、舊木桌椅、老式及頂燈，冇金碧輝煌嘅裝飾，甚至窗簾都帶有年代感，被網友調侃好似毛坯風。咁點解劉德華有咁多錢，卻唔將豪宅裝修特奢華啲？其實劉德華嘅性格一向都好節儉，佢唔中意鋪張浪費，而且佢覺得家係用來住嘅，舒適實用先至最重要，唔係用來炫耀嘅。佢仲經常喺屋企設宴招待汪明荃、羅家英等好友，桌上擺嘅都係清淡齋食，毫無巨星架子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覺得四大天王嘅豪宅要麼低調奢華，要麼樸素實用，可來好似貧民局嘅說法。接下來呢位天王，佢嘅豪宅真係顛覆你嘅想象，外表陳舊老氣，甚至被網友調侃同內地普通小區冇區別。但你估唔到嘅係，
呢棟看似普通嘅樓，每平米嘅價格高達15.1萬港幣，總價起碼5、6千萬，反差大到離譜。呢位天王係四大天王入面嘅舞王，以勁歌熱舞著稱，後來轉型拍戲，仲拿咗影帝。佢嘅感情生活同樣充滿爭議。當年佢同一位亂模傳出戀情，被港媒追拍咗好耐，後來又同一位內地戀妻結婚。冇錯啦，佢就係郭富城。郭富城嘅豪宅喺香港跑馬地，唔係獨棟別墅，而係同其他居民住喺同一棟樓入面。外牆看起來腐蝕風化、烏漆黑嘅，好似經歷過煙燻一樣。冇花園，冇配套設施，只有一扇貼住二維碼嘅玻璃門。從外面睇，真係同普通嘅居民樓冇咩區別，甚至比好多普通小區嘅樓仲要陳舊，難怪會被網友調侃好似貧民閣。但大家千祈唔好被外表壓咗。郭富城嘅呢套豪宅係佢25年前花2000多萬港幣購入，後來打通咗3個單位，打造出280平米嘅全層大平層，而家市值已經漲到3億港幣。雖然外表陳舊，但內景卻非常豪華，落地窗正對跑馬地同山林景致，視野絕佳，裝修精緻又舒適。而且郭富城之所以唔搬走，轉係因為呢度嘅風水好，可以讓佢紅到80歲。呢個說法雖然有點遠，但都足以看出佢對呢套屋嘅重視。艱難得嘅係，郭富城雖然住嘅豪宅外表普通，但佢好顧家，為咗方便照顧岳父母，佢每月花8萬月租，喺同一棟樓租咗1樓嘅單位俾佢哋住，細節拉滿。而且郭富城嘅生活都好節儉，唔係那種鋪張浪費嘅人。佢嘅奢華係撞喺細節入面嘅，唔張揚，不炫耀。呢點同劉德華真係好相似。港妹覺得郭富城嘅選擇真係好清醒，佢唔在意別人嘅眼光，唔將豪宅當作牌面，反而更注重生活嘅舒適同家人嘅陪伴。呢種心態真係好難得。講完3位天王，仲有最後一位，佢係四大天王入面嘅歌神，唱功封神，無人能及。佢嘅演唱會場場爆滿，就算年過半百，依舊能喺舞台上發光發熱。佢就係張學友。講到張學友嘅住所，可能好多人都會以為歌神一定住喺超級豪宅入面，但事實卻恰恰相反。張學友嘅居所係香港淺水灣嘅一套高層公寓，面積約200平米，而且佢並冇買呢套屋，而係租嘅，月租約20萬港幣，一租就係16年。佢曾經講過，買房嘅錢夠租到130歲，呢種通透嘅心態喺娛樂圈真係好少見。可能有人會問，張學友咁有錢，身家超50億港幣，喺九龍塘、跑馬地持有多處無抵押豪宅，點解唔自己買一套豪宅，反而要租屋住？其實呢就係張學友嘅生活態度，佢唔在意住嘅地方係買嘅還是租嘅，只要舒適、方便就好。佢覺得錢唔係用來買豪宅炫耀嘅，而係用來改善生活、照顧家人，同埋做自己中意嘅事。而且張學友嘅生活非常接地氣，佢同妻子羅美薇經常被港媒拍到逛菜市場。羅美薇背着磨破角嘅背包，身穿平價 T 恤，仲會同小販討價還價。張學友則係一身休閒裝，毫無歌神架子。之前嘅債務謠言，後來都被徹底戳破。張學友從來冇借過1分錢，佢嘅巡演計劃早在2016年就已經制定好。並非為咗還債，而且佢嘅演唱會票價壓到2000元以內，遠低於同期劉德華、周杰倫嘅演唱會，每場成本高達300萬至500萬港幣，根本冇所謂嘅撈金還債。反而佢喺巡演後，仲捐出咗130萬港元做慈善，用實際行動打臉謠言。講到呢度，四大天王嘅豪宅就全部同大家拆解完啦，大家應該都清楚，邊個住嘅堪比宮殿，邊個住嘅被調侃好似貧民閣啦。黎明嘅低調奢華別墅，劉德華嘅6億樸素豪宅，郭富城嘅外表陳舊，內景豪華嘅大平層，張學友嘅租房生活，佢哋嘅豪宅天差地別，但背後反映嘅係佢哋不同嘅生活態度同人生選擇。四大天王用自己嘅生活告訴咗我哋，真正嘅幸福唔係住多奢華嘅豪宅，開多貴嘅名車，而係內心嘅平靜、
家人嘅陪伴，同埋對生活嘅熱愛。真正嘅成功，唔係擁有多少財富同名利，而係保持初心，堅守自己嘅原則，做一個有擔當、有溫度嘅人。佢哋嘅豪宅雖然天差地別，但佢哋都係人生嘅贏家，因為佢哋都活成咗自己想要嘅樣子，守住咗自己最珍貴嘅東西。可能有人會問，四大天王嘅豪宅，你最中意邊一棟？係黎明嘅隱秘別墅，劉德華嘅樸素豪宅，郭富城嘅低調大平層，還是張學友嘅出租屋？其實無論邊一棟，都係佢哋自己嘅選擇，都值得被尊重。因為佢哋都明白，豪宅只不過係一個住所，真正能讓家變得溫暖嘅，係裏面嘅人同那份牽掛。港妹想同大家講，人生唔需要同別人攀比，每個人嘅生活都有自己嘅節奏同選擇，唔好因為別人住豪宅、開名車，就覺得自己過得唔好，也唔好為咗所謂嘅牌面，勉強自己做唔喜歡嘅事。腳踏實地，努力生活，珍惜身邊嘅人，守住自己嘅初心，就算住嘅唔係豪宅，一樣可以過得幸福，過得精彩。好多時候，簡單平淡嘅生活先至最難得，家人嘅陪伴先至最珍貴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港妹希望大家可以從四大天王嘅生活態度入面，學到一啲人生道理，唔好被物質綁架，堅守初心，珍惜當下，努力活成自己想要嘅樣子。大家仲想知道四大天王嘅咩秘聞？評論區留言話俾港妹知，下期我哋再繼續拆解。